2025年4月22日，淘寶、京東、快手等電商平台一齊宣布全面取消緊退款政策，結束咗消費者唔使退貨就可以退款嘅行業規則。新規實施之後，平台唔會再主動介入已經收貨嘅訂單嘅唔退貨退款申請，改由商家同消費者自己商量點處理。呢個舉動標誌住電商行業由流量擴張轉向精細化運營，目的係平衡商家權益保護同消費體驗優化。淘寶作為行業改革嘅先行者，舊年7月率先優化退款規則之後，今年以逢優去劣為核心戰略，深度重構平台生態，喺服飾、美妝、運動戶外3大行業試點優質品牌翻臉激勵政策，推動90%參與品牌實現雙位數增長，並計劃將政策頻次提升至全年多次，投入110億元加碼品質直播，同步推出退貨寶、異常訂單推廣費退還等工具，加強對羊毛黨、AI 假圖等違規行為嘅打擊力度，配合新規。淘寶天貓上線真實體驗分評價體系，通過商品質量、物流速度、服務保障3大維度建立透明化評分機制。呢個評分直接關聯搜索推薦、廣告投放等核心流量入口，迫使商家提升服務質量。數據顯示，平台已經壓縮90%唔合理退款空間，商家自主權明顯增強。訂閱 Ita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，點個 like 啦！